大家好，我係 Abel 啊。相信有留意高級獨立製錶品牌嘅朋友，對於 Parmigiani Fourier 呢個牌子咧都唔會陌生㗎啦。嗱 ，Michele Parmigiani 咧係當代其中一位最出色嘅古老時計嘅修復專家，佢亦都係一位製錶大師嚟嘅。用佢個名命名嘅 Parmigiani Fourier 咧，今年咧就慶祝成立30週年。當然咧就少唔得嗰啲慶祝生日嘅精彩作品啦。嗱，今次慶祝生日嘅腕錶都唔少㗎，有嚟自 Toric 嘅系列啦，亦都有嚟自 Tonda 嘅系列嘅。嗱，我哋喺呢度咧就想為大家介紹幾款，包括咗有隱藏式複雜功能嘅第3部曲 Tonda PF Chronograph Mysterious， 同埋嗰啲結合咗隱藏式複雜功能第1、第2同埋第3部曲，仲用咗950鉑金嚟製作錶殼嘅限量版腕錶添。嗱，950鉑金咧係大家公認最尊貴嘅金屬嚟嘅，由於佢個密度非常之高啊，所以佢好難打磨。用嚟打磨佢嘅時間咧，往往咧係會比黃金咧係多出幾倍嘅。但係佢嘅製成品咧就有一種好特別嘅光澤同埋質感嘅，令人哋咧可以一眼就認出佢係與眾不同嘅。嗱，特別版咧除咗用呢個高貴嘅950鉑金錶殼之外咧，佢個錶面咧同精鋼版嗰啲格狀嘅大麥粒基紐飾紋咧都唔一樣嘅。呢個鉑金版咧就選擇咗用灰色嘅微噴砂嚟做錶面，佢令到成隻錶咧係顯得更加高貴同埋優雅嘅。嗱，嗰啲18K 玫瑰金嘅指針咧，響你啟動佢嘅複雜功能嘅時候咧，就會走出嚟㗎啦。咁佢響嗰個灰色嘅微噴砂錶面上面咧，係特別搶眼嘅。嗱，自從 Parmigiani Fourier 響2021年嘅時候推出咗嗰啲崇尚低調奢華嘅 Tonda PF 系列之後咧，一直都好受到收藏家嘅認可，好多錶迷咧都去捧佢哋場嘅。嗱 Tonda PF 嘅魅力咧，除咗係基礎型號嗰個好簡約嘅造型之外咧，佢仲有一條好舒服嘅一體化錶鏈嘅，仲有咧佢嗰啲好出名嘅隱藏式複雜功能添。嗱，今日咧好多機械腕錶嘅愛好者咧都覺得要睇精準嘅時間或者係準確嘅日期咧，有隻智能手錶就搞掂啦。所以咧機械腕錶咧應該係可以凸顯佢嘅主人嘅性格嘅，又或者咧係可以為主人咧提供一啲可以欣賞嘅工藝同埋技術。但 Parmigiani Fourier 咧就選擇咗用另外一種方法咧，為佢嘅收藏家去提供一啲好有話題性同埋有趣嘅複雜功能嘅。嗱，自從2022年開始咧 Tonda PF 咧就推出咗一系列叫做隱藏式複雜功能嘅腕錶。嗱，第一款咧係隱藏式嘅兩地時間，佢將非反嘅時針同兩地時間呢兩種複雜嘅功能咧合二為一。嗱，平時咧係一隻好簡單嘅兩針錶嚟嘅，只有兩支針嘅啫，顯示時同埋分。嗱，當嗰個腕錶嘅主人去到另外一個時區嘅時候咧，只要佢撳一下8點鐘位置嘅按鈕咧，嗰支銀色嘅時針咧就會每撳一下向前走1個鐘頭，直到準確咁顯示當地嘅時間為止。而原本匿埋咗喺銀色時針下面嗰一支18K 玫瑰金嘅時針咧，就會走咗出嚟，而且咧係會指示正確嘅家鄉時間嘅。嗱，當我哋唔再需要兩地時間顯示嘅時候咧，只要我哋撳一下錶冠中間佢有粒金色嘅按鈕嘅，咁嗰支18K 嘅玫瑰金時針咧就會即刻匿翻埋喺個銀色嘅時針下面，變翻一隻簡約嘅兩針錶㗎啦。嗱，去到2023年咧，就第2款嘅隱藏式複雜功能出現咗咯。嗱，上次咧就係隱藏嘅時針，今次咧就輪到隱藏嘅分針啦。佢將指針飛反同埋倒計時呢兩種嘅複雜功能咧合二為一。平時咧亦都係一隻好簡單嘅兩針錶嚟嘅，但係當我哋需要計時嘅時候咧，只要我哋撳一下8點鐘位置嘅按鈕咧，一支18K 嘅玫瑰金嘅分針咧就會跳出嚟向前行5分鐘。如果我哋撳一下10點鐘位置嗰個按鈕咧，嗰支18K 嘅玫瑰金分針咧就會向前行1分鐘。嗱，假如我哋需要計算26分鐘咁先算啦，我哋就可以撳8點鐘位置個按鈕5次，然後再撳10點鐘個按鈕1次。而當嗰個銀色嗰支分針慢慢行到去同18K 玫瑰金分針重疊嘅位置嘅時候呢，嗰個倒計時呢就完成咗啦。嗱，喺任何嘅時間，如果我哋想取消嗰個倒計時呢，都可以撳錶冠中間嗰個金色嘅按鈕，撳一次呢，所有嘅指針呢
都會回復原狀，又變翻一隻兩針嘅正常腕錶噶啦。嗱，去到今年2026年啦，Parmigiani Fourier 咧又帶俾我哋另一個更加複雜嘅隱藏功能喎。嗱，今次咧就到呢個隱藏嘅備用非反計時功能 Chronograph Mysterious。嗱，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複雜，但係又好容易用嘅功能。如果我哋想計算時間呢，我哋只係需要撳下7點半鐘位置嘅按鈕，嗰個銀色嘅時分同埋秒針呢就會馬上歸零噶啦，全部一齊歸零，而且呢仲會開始計算時間添。原本匿埋咗喺銀色指針下面嗰啲18K 嘅玫瑰金時同埋分針呢就會顯露出嚟噶啦，而且呢佢哋仲會指示係而家幾點鐘嘅。換句話講呢，即使我哋計緊時嘅時候呢，仍然可以好清楚咁睇到而家嘅時間嘅。嗱，當我哋撳呢個7點半鐘位置嘅按鈕第二次嘅時候呢，所有嘅計時指針呢都會停晒，而佢顯示嘅呢就係已經計算咗個時間啦。嗱，如果我哋撳嗰個7點半鐘位置嘅按鈕第三次呢，嗰兩支銀色嘅時同埋分針呢就會重新冚翻住呢個18K 玫瑰金嘅時同埋分針，而呢個銀色嘅秒針呢就會繼續向前去走時嘅，又變翻一隻3針嘅腕錶啦。嗱，呢個咁得意嘅構思呢，係需要一個好複雜嘅機械結構去配合嘅，咁先至可以實現得到。可以話呢係前無古人嘅喎。Parmigiani Fourier 嘅製錶大師呢，都用咗超過2年嘅時間呢，先可以研發得到出嚟嘅，而且呢仲趕得切響品牌嘅30週年嘅時候呢，就向我哋公佈。嗱，全新嘅機芯呢，總共係有362個零部件嘅，佢哋一齊呢，就組成咗一個用倒儲輪管理嘅計時結構。嗱，嗰個自動擺陀咧係用22K 嘅玫瑰金去製作嘅，因為佢重啲啦，所以上鏈咧係好 efficient 嘅。所有嘅機芯嘅零部件同埋橋板咧，都經過咗 Parmigiani Fourier 最出名嘅頂級手工打磨嘅。嗱，Chronograph Mysterious 咧就完成咗呢個 Toned PF 隱藏功能3部曲嘅第3步啦。嗱，從第一步非反時針加埋呢個隱藏嘅兩地時間，去到第二步非反分針加埋呢個分鐘嘅倒計時，然後去到而家第3步時分秒嘅非反完整嘅計時功能，可以話呢係一步呢就比一步複雜，仲一步呢就比一步得意嘅喎，充分咁體現咗 Toned PF 呢嗰個低調奢華同埋充滿樂趣嘅特色嘅。嗱，喺 Watches and Wonders 嘅時候呢，我哋有機會訪問咗 Parmigiani Fourier 嘅 CEO Mr. Turani， 我哋就問阿 Turani 先生嚟緊仲會唔會有其他嘅隱藏式複雜功能嘅呢？阿 Mr. Turani 咧就叫我哋冇咁貪心，因為咧要研發一個好似 Chronograph Mysterious 咁樣嘅複雜功能機芯咧，要用好長嘅時間嘅。嗱，不如我哋先好好咁享受一下 Chronograph Mysterious 先啦，將來嘅事下回分解啦。嗱，唔知大家對呢個 Chronograph Mysterious 咁特別嘅3針隱藏計時功能，同埋嗰啲用950鉑金製作嘅3部曲限量版腕錶有咩睇法呢？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哋聽啊！嗱，今個 video 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個 video 再見，拜拜。